兒乳泵體控制器嘅激活同基礎設置流程開滑。打開 Easy Patch， 點擊主菜單，點擊設備設定，點擊胰島素泵，點擊激活泵體控制器，掃描泵體控制器上的二維碼激活，或者點擊下方手動輸入序列號激活。激活泵體之後，點擊大劑量向度的設定，大劑量向度始終保持關閉狀態。點擊設定目標血糖，目標血糖最多可分8段。在胰島素泵界面，點擊設定大劑量最大值，點擊設定大劑量提醒，非必須，最多可以設定4個時間段。點擊基礎量程序編輯，基礎量可以按自身情況設定，最多可以分48段時間分段，可以參考6段初始設定分段作參考，之後再根據自身情況調整。點擊設定基礎速率上限值，可以按照最大基礎速率的2倍來設定。點擊設定輸注報警，關閉儲藥貼過期報警，否則3日後強制到期。打開截至儲藥量低報警，設定每小時同埋每日嘅最大輸注量，設定泵通訊超出範圍時間，按需要設定告警鈴聲。返回主界面，點擊大劑量，輸入劑量，點擊下一步，即可進行輸注。藍色轉完一圈，說明注射完成。點擊可進行輸注暫停或繼續。點擊輸入指尖血糖，就可以進行血糖校正。建議每日空腹校正1次。點擊事件記錄，就可以記錄運動等事件。而家你就可以安裝同使用兒乳泵啦。